后来过来是桃园，一对翁仔某冤家，竟然是演变做野刀枪下的惊险的场面。这个做翁婿的甲太太口角，太太找来即辈小弟坐镇协调，互这个翁婿真火大，拿菜刀来恐吓。 搁甲家己甲三个囡仔反锁伫个厝内，这太太话要惊死，就惊翁婿会对三个囡仔不利，赶紧来报警。这警察弄破门，甲囡仔救出来。对，派出所。你有没有说火力？ 警察为厝内大声喊，内底有一个查甫人摕刀仔甲门锁起来，厝内有三个囡仔煞无愿意开门。我可以进去吗？我打破了。 警察喊破玻璃门，佮用家私破坏，希望把囡仔救出来。强闯民宅啊！我没有强闯民宅啊，屋主同意我进来啊。来，证件全部都拿出来。想要找借口来拖警察的时间，展现是和因某冤家。太太找这辈小弟来苦劝，说颠倒互因翁女去，就摕菜刀甲厝内三个囡仔全部关伫咧厝内。太太就烦恼囡仔有啥物失角贼，经报警处理。 因为他要打我，我只能自卫。姓张的查甫人讲，摕刀啊，唔是要威胁，是要保护家己。不过，这个行为已经甲囡仔惊死啊！即马这个展先生已经予伊恐吓罪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。当时嘛，通报家保中心来甲因斗3工。